通，因为认捌上帝，咱的心就会平安；因为认捌上帝，知影伊是谁，所以咱就会有一个确实伫咱心中稳固的气力。因为伊是上帝，伊永远会无变。伊是上帝，伊掌管万项代志。伊是上帝，要甲咱三角徛起。所以咱三角做伙，同齐开声来祈祷，来感谢，感谢上帝引带，感谢上帝带咱进入伊的心意内底。也为了今仔日的礼拜，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圣灵来引带咱，同心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稳定的听筒。你是主，永远的主，照顾的主。你伫历史内底显明你家己是谁。阮的上帝，阮的主，阮要感谢你。阮伫兄弟姊妹当中，阮三角做伙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你来保守，来引带赐恩，甲阮徛起。愿当将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主，你互万项代志发生，你伫发生的时阵，你甲我讲，我看到命定的目标来向前行，所以阮伫你面前仰望你的听，独独你扶持引带阮。主啊，阮所以恳求你保守引带伫阮的心上，为你伫阮当中所行所做一切的美好，亲自赐恩伫阮的心上。阮为着这来感谢主啊！你继续看顾，甲阮三角徛起。今日阮伫主殿中的时阵，主啊，愿阮的心、阮的灵伫你的内面得到照顾甲引带。主啊，这个礼拜是阮条件你的时刻，是阮对你得平安的时刻，是阮甲主你对齐的时刻。互阮的命定伫主你的内面，满满得到平安。感谢主，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靠你超找你的人，要对你来领受活命的恩典。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唯愿主你伫这一切的事上，继续怜悯引带阮。感谢主的听筒，感谢你。靠主耶稣圣名，阿门。主，阮用感恩的心进入伫你的殿中。主，阮感谢你的听筒，照顾阮。虽然伫病痛当中，但是主，你的恩典一直拢伫咧。你甲你的百姓三角徛起，你赐恩伫你的正义路的身上。当阮就近你的时阵，主啊，你讲你就要亲近阮。阮感谢你，因为你一直伫遐咧听候阮，到伫如今，你拢帮助阮。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你更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用你家己丰富的恩典款待你的百姓。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徛起的战旗。你是耶和华沙龙，赏赐平安恩典伫阮当中。互阮对着年日经过，搁较是甲家己放心交托互主，因为知影伫你的手中一切尽拢美好。感谢上帝赏赐阮这个日子，同齐来到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筒，继续甲主对齐，要阮对主定心得到快乐甲更新。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来，请报完兄来报告。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是年度父亲节的主日教会庇佑礼品，每一个人一粒都萝卜糕，要送予已经结婚的男士，并祝福所有的兄弟父亲节快乐，稳定满满。第二，今仔日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8月份的职事及修宪的会议，请各位职事及修建小组同工注意的时间来出席。第三，8月初9就是后礼拜日，
圣教会100周年的感恩礼拜，将伫7点要来发车，请有报名兄弟准时到水沟社龟仔山集合。当日教会有备着这个早餐，当日的车位到城表伫公布栏遐有公布，请各位自行来参与。然后需要坐福音车到水沟社集合的兄弟，请伫6月45、6點45，毋是6月哦，6月就坐无。6點45伫教會要來集合，請佇招待桌來登記。第四，感謝主的恩典，陳小青姐妹的這個查某囝吳允武姊妹甲郭祖謙兄弟，將佇10月70禮拜六下午2點半要來舉行訂婚感恩禮拜，地點佇台南進信會福建路1段235號，敬仰兄弟同來觀禮祝福這個新人。若要參加的，請會當上網來參聽這個報單，或者是招待桌遐來登記，登記到9月70。咁有補充報告，我這時要請弟兄敬拜團來。你若要下禮拜你要坐車，若要到遮到教會坐車，該去遐吼交你的名，在你的名頂進前交一個大哥，就是知影講你要來教會吼坐車安尼。對，公布，都毋是佇招待桌，直接去遐吼，該做直接去遐拍交就好，吼，謝謝。這時要請兄弟聯合敬拜團有請。哈利路亞。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日足歡喜會當教大家做伙來佇遮來敬拜。佇咱要開始敬拜之前，要起立之前，甲邊仔的兄弟姊妹甲講，上帝是信實的上帝。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咱做伙起立來敬拜因。我的心安靜在你面前，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我的心安靜在你面前，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我的夢想，我心所聽，忘了家己，互你演唱。你是信實的上帝，你是永遠的接伴，有你演唱，我攏總免驚。你的手輕輕牽我，你永遠無放鬆我，用我一生，互你的旨意定正。我心安靜在你面前，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我的心安靜在你面前，我的靈聽候聽你的聲。我的夢想，我心所聽，忘了家己，互你演唱。你是信實的上帝，你是永遠的接伴，有你演唱，我攏總免驚。你的手輕輕看我，你我無放鬆我，用我一生，互你的旨
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这是咱要家己开喙，家己来祈祷，互咱搁一届将咱的眼目对焦伫上帝的面前，搁一届有平安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要来敬拜伊，要来荣耀伊。搁一届为阮家己的心会当有平静安稳伫阮的内底来祈祷。是主，我们再一次感谢，搁一届用你来祈祷。求你赐下迄个平安、平静、安稳伫阮的内面。神主，求神你这是再一次将这样的一个平静安稳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眼目是能够与你对齐，好让我们的这样的身心灵是能够完全在你里面是有自由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将我们的全心全人放在你的面前，成为那一个馨香的活祭。是的，主，是的，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的爱来吸引，被你来触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应听候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应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梦想，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
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敢若听袂着你的声。咱搁要一届，为了家己来祈祷。不管阮即摆拄着遭遇的环境、遭遇的困难，也是阮即摆拄着啥物艰苦、病痛的代志，阮搁一届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伊来祈祷。若是阮感觉阮家己的活命离上帝已经足远啊，上帝嘛要伫遮来邀请咱，会当搁一届回到伊的殿中，回到伊的怀抱当中。只是着搁一届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搁来祝福，求上帝搁一届带领阮的活命，会当搁一届会经历上帝的信息甲作为伫咱的活命当中。咱只是为着家己来开嘴来祈祷。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交托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遭遇面临的环境如何，无论我们看见前面的困境如何，但我们知道有神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神。圣主，求神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眼袋，开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依靠你，来跟随你。再次将我们自己全人摆放在神的面前。是的，主，求神你真是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来动工，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再一次的来苏醒。是的，主，纵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离你好远好远好远。但是主，你仍然在这里等待我们回到神的殿中，回到你的家里面，回到你温暖的怀抱里。是的，主，求求你继续的带领。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爱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
我会惊，有时不知安怎行，有时间啊听袂着你的声。看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礼拜我的囝，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你爱我的囝，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听头，坚持是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情分享出去。你的话在我心，让我无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情点我心，让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听头，坚持是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情分享出去。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听头，坚持是无骗你。主啊，我要困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情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情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
苦，将你的情分享出去。我所亲爱的细囝，你做了人的老爸，你真济事上，你家己承担，你吞忍落来。有时你也因为大声甲你的细囝沟通，因为恁彼此会无认捌。互迄份的沟通，甲迄份的疼痛，颠倒变成彼此的伤害。你愿意愿意揽着你的囝，甲伊讲我爱你，毋过你讲袂出嘴。因为你毋捌听过人安尼甲你讲过，你的心、你的灵，因为安尼感觉极其的孤单。当你将着你所赚到的薪水摕倒转来的时阵，你看你的囝儿后生查某囝。无遵趁你的话语来行，你感觉讲，我这世人才打拼是为着什么？你的心，搁再一摆灰心冷淡了。毋是你无愿意，是你看到这个代志，是安怎？甲你所期待的无相像，你退后了，你做老爸的热情渐渐消无，你做丈夫的热情渐渐冷落去，因为你感觉你亲像甲一个人咧打拼，你为着顾这个家付出遐尼济。但是，改成厝内底无人知影你的艰苦，你的打拼。亲爱，我的细囝，我拢知。你的暗暝所流的目屎，我甲伊捡伫落地仔内。你因为艰苦、病痛。又愿勉强家己去上班，我也将这个代志记伫我的册顶，因为我看你是好，你的忠心，你为着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我拢总知影。细囝，我看你做宝贝，你的目屎我纪念，你的付出我知影。我要照你手中所行一切良善甲纯正，继续引带赐恩伫你的家庭，通互你甲你的囝儿孙世世代代认捌我是耶和华，是立约施乐慈爱的主上帝，并且要互你甲你的子孙亲自看到我对你所乐的。见证甲愿望，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大德恩典，伊的儿女也要有撇难数。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你所讲的话。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疼痛，赐恩伫你的教会，互我会通搁再一摆对你领受活命的恩典。这时。阮将一切颂赞、阿乐归予你，亲像诗歌所讲的：
主啊，继续牵阮的手，一直互阮会当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对阮讲：入来，我的囝。主啊，阮确信这个信息的话语，阮是你的囝，你是阮的爸，你知影阮也未开喙进前所有一切的愿望，伫阮开喙的时阵，你就成就了。感谢主，将一切颂赞、恶乐、荣光拢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你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起印。我来起，兄弟姊妹来印，啊，好互咱做伙三角来读。行为完全尊敬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便为有福；遵守伊的法度，一心憔悴伊的，这个人便为有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伊的行为呢？是要尊敬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搁要一心遵守。要我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阿门。好，谢谢。咱请掀开周报。谢谢。第4面，特别讲道进前，咱先三甲做伙来感谢这是倒一个团体做的这个大专团契所做的吼，来，咱甲大专团契感谢哈，谢谢。哦，那这叫我做3暝3日，我都做袂出来。唔是袂晓做，是唔愿做。哦，做这真正足高工的高工啦吼。总是感谢主。咱看见咱的细囝吼，也伫这当中，安尼亲自甲咱三个做伙，用着因一部分因的心意。来向咱表达对着父亲的疼痛甲照顾甲关怀，所以咱为着这个来感谢。根据遐无甲咱翻译，这是啥物意思？永远上好的爸爸来甲咱身边的做老爸甲伊讲咧，感谢你是永远上好的爸爸。叫你读册，你毋读册，一我册皮了破去，就是安尼哈。是伊迄一工的时阵甲这张图画互我的时阵，了甲我讲，牧师安尼敢要徛一个地目我迄时阵就想着上帝用伊的实骨甲咱热看一下。拄好我咧准备8月份的迄个讲题的时阵，我就伫迄所在。看到我就感觉真大的恩典，上帝真正是用伊的实骨甲咱照顾掉咧。每一个日子拢伫上帝殿厅内面，
咱就通甲上帝三甲同行。上帝，互咱伫地面上有老爸，更较大诶恩典是，上帝是永远咱诶老爸。所以咱伫即个世间无惊吓，伫即个世间，咱会通安尼讲，我是有老爸诶。迄个老爸是一个根源，是一个稳固徛起诶记号，是伫上帝诶怜悯，是伊永远疼痛诶照顾。咱同齐来读周报第4面即几段诶经文。三甲做伙来上读，请。我埃及人所行诶代志，恁拢看见了，佮看见我亲像鹰，将恁派伫我诶脚一股顶，带来归我。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诶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伫你实骨诶荫下，听候到灾害过去。上帝啊，我捌求过你，因为你要应允我。求你我阿耳，听我诶言语。求你显出迄奇妙诶慈爱来。你是迄个用正手拯救投靠你诶脱起来攻击因诶人。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眼中诶目睭人，将我稳藏伫你诶实骨诶荫下。上帝啊，你诶慈爱何其宝贵！世间人投靠伫你实骨诶荫下，因为你捌帮助我，我就伫你实骨荫下欢呼。我要永远踮伫你诶帐幕内，我要投靠伫你实骨诶温密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搁用石头钉死迄个从找见到你家里来诶人。我几落摆愿意自接你诶儿女，亲像家母甲家仔囝自接伫诶实骨下，只是恁无愿意。愿耶和华照你所行诶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实骨下，愿你满得伊诶赏赐。搁再一届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灵，愿恳求你恩典的同在，保守看顾，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活出你美好的形象，就是迄个做老爸的形象，就是迄一个关怀者，迄个分享疼的形象，才亲像你阮所见证你家己的形象同款。圣灵恳求。只是搁再一届来教示传讲的人的喙齿、心灵，通互阮照着基督救赎的恩典，口出恩言，当受教示，并且伫主的内面，甲主同行。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有一个人呢，伊伫1948年的时阵，迄阵啊差不多10通岁啊。了后，伊的老爸呢有27间的洋楼。1948年是咧战争的时阵，抑阁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时阵。因厝伫厦门，迄阵啊伊就已经。有27间的即个洋楼，拢3层楼以上的。所以伫这3层楼当中呢，伊的老爸有27间的即个3层楼啊。因老爸有娶过3个某，大某过身去了，伊阿公阁甲因老爸阁娶一门，但是因老爸呢，伊老爸无爱阿公甲伊主张的即门。所以，因老爸就离开故乡，出去外口打拼，了去熟悉着一个查某囡仔，才16岁尔。了，就去个时阵伫印尼迄个所在遐，就伫遐呢爱着这个查某囡仔，了就去这个家庭，甲因灌定，
送了真侪金银财宝去。了后，这个查某囡仔伫遐真艰苦，总是买手的时阵，因老爸老母甲伊讲，即马都已经拢甲人讲好啊，所以呢，你着甲即个人做伙去，嫁去中国厦门迄个所在。所以，这个是生伊的妈妈，所以因老爸有3房，大某。过来是属现的，但是这个属现是因阿公所主张的，所以无爱，所以伊较爱这个第三个。这个第三个呢，迄时阵才16岁，迄个时阵因老爸已经38、9岁啊，你也看差遮尔济。但是呢，这个人的老母，迄阵啊16岁嫁互39岁的爸爸，了因这个妈妈呢，拢共生8个查某，8个查甫的。2个查某的，拢共生10个。你也看讲，对16岁到33岁生10个，就差不多年外，就生一个。所以呢，因买手的时阵，因老爸有甲6间的这个厝来分予这个第三个，厝内20几间，阁有因叔伯兄弟遐拢总啊。因老爸做生意做了非常的好。了，因伫当中，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虽然有6间厝，总是呢无法度卖半间，因为无人要买厝，因为战争并且因为迄阵是国民党甲共产党咧战争的时阵，所以是内战，愈无人要买这厝，所以就有真大的问题。所以因老母呢，到落尾就是去替人做裁缝，一针一线安尼甲伊。天，迄阵因老母33岁，了甲因10个囝饲大汉起来，靠安尼甲人天线洗做衫裤，了甲即个家庭10个囡仔请养拢总大汉，了即个人做一个见证讲，我会当活到今仔日，全然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即个人其实你可能会熟悉伊。有这唐崇荣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无一定遮尔艰苦，但是咱敢有会当体会出这样代志？我会当活到今仔日，全然是天父的恩典。咱的人生内底充满真侪挑战。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我埃及人所行的代志，恁拢已经看见，并且佫看到我，亲像老鹰，甲恁派伫我的石膏顶管来归我。圣经讲，恁拢看见啊。第40顶半节讲，恁拢看见。第40下半节又佫讲，并且佫看见。即款的看见内底是咧甲百姓提醒，恁爱通过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代志，来得出一个理性，并且是正确的见解，也是这个论述。就是你爱伫通过这个，会通明白其中一寡代志。亲像咱甲水放落伫水道内底，了后咱伫迄个所在甲电插落去，伊就伫迄个所在会滚起来。安尼你就知影，这个水道内底一定有啥？有电嘛，有迄个电热器嘛，所以伊水毋只会滚起来。通过看到这个代志，爱去思考内底的正确的代志。安尼就是看到、理解了，咱会当证明，会当得出一个结论。咱若是看到一个水道头，咱就干那看到迄个水道头，了人拍开就有水。了后，咱嘛去买一个水道头，甲伊倒落，结果拍开，较会无水。安尼，这是啥物货？安尼是咱的水道头有问题，还是别人的水道头有问题呢？结果无，咱的水道头拢无问题。但是人因兜的水道头有牵水管去甲水塔，但是咱兜的水道头敢若插伫壁，牵也无牵半项。安尼想讲，买一个水道头卡出来，就有水吗？无。最近的时阵中国毋是迄个所在做大水吗？
啊，做大水的时阵啊，重庆这个所在啊，重庆这个所在是大都市。哦，重庆这个所在是大都市，但是啊，结果的时阵安尼啊，规个路面啊，规条路，迄车拢淹甲车顶安尼，啊，规条路亲像河咧走。买手的时阵哦，因就想讲，哇，啊，这是安怎样啊呢？啊，就结果去看的时阵啊，讲奇怪，啊，因就开始哦，一寡百姓哦，就去改下水道下水道改掘开啊。讲究竟咱的下水道哦是塌掉咧，还是安怎样啊？结果的时阵啊，才发现讲有迄个人孔盖嘛吼，迄个大迄个咧砍落迄个铁挂有伫遐。啊，乌开的时阵哦，下底安怎？下底原来有水管啊，啊，但是水管遮大条啊尔啦，用两只手你就甲按会掉啊啦。哦，啊了后，迄个挂架掀开有一支水管伫遐，哦，啊下底一个窟啊，爱讲哦，即款的落大雨的时阵来水那下会了，绝对下袂了嘛。所以讲哦，伫即当中啊，即个物件就是啥，亲像只不过是啥，只不过是一个砖塔尔。亲爱兄弟，咱看到一个物件，伊无照正常运作的时阵。咱一定会想是安怎安会安尼？明明都有下水道，但是是安怎？咱规个重庆淹敢若真像一个灾河一个共款。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家乌开一个看到知影，哦，原来是出这个问题。所以亲爱兄弟，看到这个代志，经验这个代志，咱就得出一个理性的见解啊论述。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上帝对着以色列人讲：“恁看到我这个代志，我捌行过10个新约。我甲你讲，我是强盛得胜的君王，我是大有能力的战士。但是上帝讲，我并且佫互恁看见，我亲像老鹰，我甲家己的百姓安全来带走。咱会当伫这个所在看到上帝两个属性。”对着抵挡伊的人，上帝亲像得胜的君王、强盛的君王，亲像战士。即款的描述内底是讲上帝当吞忍，上帝当佫一忍再忍。但是若是忍无可忍的时阵，上帝就无佫再忍，伊就会甲咱开战。但是对着遐疼惜伊的人呢，上帝伊亲像老鹰共款，甲家己的百姓安全来带走。毋是讲上帝无人情，乃特别是讲到上帝对着人的疼惜，上帝会甲什么人开战呢？对着遐犯罪执迷不悟的人，上帝会甲伊来当中甲伊开战。近代当这个古早的时阵这个近东还是讲中东这个文化，无论是鹰还是大型的秃鹰，拢是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的飞禽走兽。人敬畏因的力量，所以鹰伫当中所代表就是伊强壮，伊有能力会当保护，伊飞悬会当赢过危险，伊非常的敏捷，所以伊会当迅速来拯救，伊并且会保护伊的细只的幼鸟，伊将着家己的百姓带到安全的所在。上帝通过选用鹰的这个形象。要有以色列人会真清楚明白这样代志，咱会当离开受奴才的所在，毋是人家己的溃烂会当做啥，乃是有一位能力会当超越一切。即使上帝能力若无超越一切，安尼有一位比上帝能力搁较大的，迄一位心情若无好的时阵，若怎走出来讲，你甲我动咧？啊，无即嘛是安怎？安尼上帝就无法度做啥物代志。所以今仔日咱一定爱明白这样代志。咱所敬拜的上帝，是迄个至权、至圣、至荣光的主上帝。伊的能力超越一切，并且愿意保护恁、保护咱、保护咱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真正的上帝。咱的敬拜就是这位上帝，所以咱会通明白，画面会当活到如今，
亲像唐宗英牧师所讲的，我会当活到今仔日的生命，实在是完全出自天父上帝的疼。昨昨日啊，7月31，高雄1月62岁退休1礼拜左右的长者，出门买便当，了就互一个人吸毒。这个吸毒的人，甲伊这个62岁退休的这个人，甲伊弄落去，并且伊弄落去的时阵啊，伊抑阁忙共弄迄个人，迄个司机啊，抑阁忙，硬安尼甲伊拖偌久，拖350公尺了，才停落来。了，这个阿伯啊，62岁，退休1礼拜左右呢，了就伫当场无去啊。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咱会当活到今仔日，拢是上帝恩典来甲伊讲。所以，上帝既然敢若是安尼，咱会通伫其中得到保护。总是咱会通亲像看见这62岁阿伯，我毋是咧消费伊，我是要甲各位讲，咱人生命真正无定着。诗篇57篇内底，咱会通看见大卫，伊伫少年的时阵就受油来抹。撒母耳甲伊讲，将来你会做以色列的王。伊要20岁的时阵，伫当中伊就受油所抹了。上帝就甲伊讲，你将来一定会做王。但是伊虽然是安尼，头生的时阵，扫罗王嘛真疼惜伊。但是当大卫王倚靠上帝出去征战杀死歌利亚的时阵，上帝伫当中，互大卫来得到名声。百姓伫迄个所在讲，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哦，敢若听到即句话啊，下句都袂能接受。讲互做啥呢？讲将着千归予我，万归予大卫，安尼啊，就敢若剩。这个王位也未让互伊尔，所以扫罗的心中非常的嫉妒，伊就开始拟定计划。伊拟定一个婚姻，就是甲家己的查某囝讲，啥物人来当杀死非利士人安怎样的时阵，伊就甲伊讲安尼，我就甲我的查某囝来嫁互伊。大卫真正去杀死非利士人了，将着所需要的条件款互伊交，来到扫罗王的面前，扫罗王伫咧所在讲这样代志，讲无啊，你已经互人带去啊。亲爱兄弟姊妹，扫罗原本是要借着受敌的手，借刀杀人来杀死大卫。大卫对迄一日开始知影，伊这个所谓的丈人，实在是一个讲话无算话的人。了伫当中呢，伊伫遐呢。开始知影，佮有一届时阵啊，因这个扫罗王就吩咐因查某囝讲，大卫等下安怎的时阵，你就可以安怎，我通好入来甲伊杀死。了，因这个查某囝就甲大卫讲，阮爸讲要甲你杀死啊，你也较紧逃命，若无吼，明仔载你的头壳就无伫你的阿妈棍顶啊，所以。大卫王迄个时阵就开始逃亡的生活，伊伫当中开始逃亡，伊一日感就是甲上帝呼求、恳求上帝来保护伊，佮甲伊讲上帝啊，你著保护我，亲像人咧保护目睭中的目睭人共款。也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啊。当着有即个物件飞来的时阵吼，迄个物件若要对你的目睭，大部分的人拢会做一个代志，伫0.1秒钟的时间，0.1甲0.2的时间，你看到物件要飞来的时阵吼，人会一个马上反应的速度是目睭会是随刷开，会讲到其他的所在拢无要紧，但是安怎袂互伊去讲到目睭。迄个做保护目睭中的目睭人，
那么意思就是讲，上帝求你保护照顾我。我毋是讲吼，上帝，我毋是讲你毋通照顾别人，但是恳求你，拜托你，好，我即马安尼落伫百般的患难当中，求你来保守照顾我。大笔真深知影，伫这个世界有太侪苦难。有时阵，迄个苦难吼是安怎样啊？迄个苦难是因为我生得上缘投吗？迄个苦难是因为我生得伤水，所以伤过水嘛是一个原来的罪吗？伫这当中，伊伫遐呢，忠心来服侍扫罗王，但是扫罗王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讲敢若剩王位无互你尔。大笔真正是亲像咱台湾话所唱的歌。辉哥，迄首歌叫做啥？真心换绝情啦，就是你定唱迄首啦，对啦，我知啦，嘿啊。以后就是安尼，伊就明明忠心来服侍扫罗王，但是扫罗王就足惊伊，甲伊的啥，甲伊的王位抢去，所以就开始伫迄个所在一直要追杀大笔。照着历史学家内底推销来明啦，这当中啊，大笔王逃亡的时间。要大概有7年到10年的左右。总是虽然这么艰苦，伊甚至有机会杀死扫罗王，有3摆的机会。有一摆伊入去伫一个山顶的棚坑，就亲像这款山，啊了这有棚坑嘛，啊入去秘伫内底，啊你人入去秘伫内底，刀劈扫罗王的追杀。总是呢，当入去伫内底，你入去尾下的时阵吼，扫罗王若追伊追到遮来，但是这人吼，大笔因吼，秘伫后壁，了后扫罗王对遮入来，腹肚食了无好势，所以就爱大解。你知影一个代志吼，人入去伫棚坑，迄阵啊棚坑内底无啥物火哈，啊嘛无啥物光啊。啊，所以你也看见哦，咱人入去，其实爱有一寡时间，目睭才会适应嘛。伫黑暗中才看会到。啥物人大成入来？大笔因已经入来一段时间啊，所以因的目睭看会到。但是扫罗王打入来敢看会到，并且扫罗王是介一个入来大解哦。啊，所以伫这当中啊，大笔王伫遐伸手，甲伊的衫机挂落来。了后，当伊甲衫机挂出来，这个扫罗，你也看哦，我古早的时阵上，我咧挂衫机煞呢，煞拢毋知影是安怎样啊嘛，迄用衫机用挂，佫无感觉。结果我看即张图，我就知影，因有啥披风啦吼，因为会热嘛，佫有迎风衫。啊，若迎风伞的时阵，因会安怎？因会甲这衫迄披风摕起来安尼就较袂去用着。所以呢，但是你要大解，这领衫一定安怎？安尼啦，一个有无？你后壁我甲伊藏咧。安尼你伫后壁的时阵，风刮去，敢会有感觉？袂感觉啦。你若穿伫衫，穿伫顶悬，衰落，安尼风刮一定有解嘛？伊就是喊去后壁嘛，对无？安尼这张图为了真有合理啦，吼，这就是看着图哦，就爱用做出一个适当的解说安尼嘛，哦，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伫这当中的时阵啊，听甲扫罗出去大概了的时阵啊。大笔王甲伊讲啊，我的主，我的王啊，你也看这是啥物件？哎呀，伊迄个时阵啊艰苦。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来讲这个代志的时阵，等于讲求大笔王伫17篇第70章，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因为你是用你大有能力的正手来拯救投靠你的人，脱离迄个起来攻击因的人。主啊，是你啊！有的时阵哦，咱互人误会吼，3天5天5礼拜，过去啊，家咱就无啥物代志啊。但是这逃亡的时间内底啊，是一个国王了后要追杀伊的这个一个护卫长，了并且这个伊伫迄个所在定甲伊讲。伊伫遐是甲规个以色列人讲，啥物人若看到大笔无转来通报，我是要怎样甲因
兜大大细细拢安那，拢甲伊刣死。所以，亲爱兄弟，咱会当看到这当中大笔伊的惊吓。总是伊伫即个所在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我目睭中的目睭人共款。当伊安尼祈祷的时阵，当大笔安尼祈祷的时阵，除非大笔伊原来是一个怎样显出慈爱的人，若无大笔伊就袂堪得做即款的祈祷。这段经文是爱安尼理解，除非我是一个好款待别人的人，若无我就无资格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好款待我。请咱会记得这样代志。咱若恳求上帝好款待咱，咱就爱会晓好款待别人。所以圣经伫遮尔内底讲来讲。毋是因为伊的生命无得到拯救，毋单单是为着伊的生命得到拯救。请注意，咱会得到上帝，互咱到伫如今个活着，就是出自上帝对咱活命的拯救。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大笔无做出欠权的代志。什么是欠权的代志呢？其中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扫罗事件。谈拄则咱已经讲过啊。伊有3摆的机会，有一摆甚至是迄个时阵，上帝互扫罗所有的军队来找大笔，找到大家拢足忝的，结果安怎？就大破病了，困伫遐。圣经讲，上帝互扫罗甲伊的军兵安怎向党民呢？困到毋知影通好人去啊，困到毋知人去。了的时阵哦，因就伫迄个所在。军队大批的人讲，看因已经拢总困去啊！啊了后，扫罗王倒伫遐，咧困去。其中有一个人讲，甲大批讲：主啊，来，我即马吼才有长枪，你着互即个长枪，我安尼起来，我一定为伊的心肝甲伊插落，接倒。大批讲：千万毋通，千万毋通，只要甲伊的啥？水倒啦吼，啊，家私吼炸一寡来走，就甲伊讲，咱有机会甲伊刣死，甲伊证明安尼就好啊。了，圣经讲是，伊就安尼，伊就做，所以伊无做出欠权的代志，伊知影活命的当中，伊伫遮呢，搁再一届好款待扫罗王。伊讲一句话：我的确未伸手刣死耶和华所抹油的人啊！我的确未伸手刣死耶和华所抹油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部分呢，拿八事件。拿八是一个好野人，饲足侪羊啊。但是呢，大笔伫迄个所在，其实啊，固守一连长啊。伊固守迄连长的时阵，因为迄阵啊，抑阁有亚玛力人，抑阁有其他的外族。但是听到大笔迄群的人伫迄个所在固守迄个山寨，所以就无人爱和大笔相战。但是拿八也是伫迄个所在受照顾迄可怜的人，总是呢伫当中呢听讲拿八最近迄羊吼生门已经通好收挂，所以有真济。结果的时阵伫当中因就去，甲伊讲你得到照顾等你的奴仆大兵伫即个所在有一寡军队的人，你敢会当互伊一寡？总是呢，伫迄个所在拿八讲啥？啥物人这大兵啊？我最近有听讲有一个人去甲因主人袂合啦，伊用赶出来啦。我即马用赶出来遐济我也知影倒一个，佮甲伊假呢。结果时阵大兵怎带工人？今仔日阴暗咱就去哩。但是买手的时阵拿八的太太就对山顶就赶落来，甲大兵讲：你千万毋通。你得爱动的，因为拿八这个字伫希伯来文这动王的人啦。伊讲你看伊这毋老这动王佮翘起嘛，所以就甲伊讲即款动王佮翘起的人你莫插伊求你看伫我的面子上，所以呢，我甲这物件分互恁，拜托你饶过阮
先生一名呢。尾手大笔都无伸手。那把太太阿比该甲伊讲一个代志，讲你今仔日若无伸手害死应该死的人，害死应该死的人，伫耶和华互你做王的日子，你就安怎？无地高，感觉心内不安呐。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伫这当中，上帝透过阿比该来甲伊主动这个代志。伊所祈祷的，毋是干那生命得到拯救，代表所祈祷感谢是伊无做出欠款的代志，无伫迄个所在，掠家己当作上帝。情绪管理学内底有一句话讲了真有意思。你若有才调管理家己的情绪，你就是王啊！你若管理袂了家己安尼你就是情绪的奴隶啦。我感觉即句话真值得咱互相提醒。有法度管理家己的情绪，安尼咱才会堪得做王。若是咱管理袂了家己，安尼咱其实毋是王。虽然或者王嘛是啥，嘛是犹原是或者啥情绪的奴隶。所以求主怜悯帮助咱。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我即摆听伊讲道的时阵，伊讲即句话足互我感动的。伊讲你回应别人的方式，毋是根据别人安怎样款待你。一个真正属上帝的儿女是啥？根据你对上帝话语的尊敬形成的啥属灵品格。这是真有意思的一句话。你安怎回应别人？毋是因为别人怎样款待你，一个真正属上帝儿女的属灵的品格是，伊安尼对待我，但是我抑个共款要疼惜你、照顾你。求主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遐真正投靠耶和华的人，诗篇36篇7节安尼讲。你的慈爱何等的宝贵，世间人投靠伫你膝骨的荫下。你要帮助我，我就伫你膝骨荫下欢呼。我要永远踮伫你的帐边，我要投靠伫你膝骨下面的温密处。生命是遮尔脆弱，患难是遮尔济，总是咱是受拯救的生命，咱是受上帝所保护的生命。遮尔欢喜。丰盛的活命，总是伫欢呼了后咧。当咱遮尔欢喜感谢主上帝，你保护我，你照顾我，尊留我的活命了后咧，咱斟酌看，伫患难的日子内底，咱真会晓倚靠上帝。亲像即几工的时阵我发现我家己加足谦卑的。你敢知影谁加足谦卑的？着破病破病拢话加足谦卑的吼，伫上帝面前拢谦卑祈祷啦吼，认罪悔改啦吼，求主赦免啦。会啊，破病的时阵拢加足谦卑啊，真正我无甲你骗。你若要学谦卑吼，好啦，我无讲啥。我无讲啥，你家己想就好。但是伫欢呼了后咧，问题是啥？伫欢呼了后，咱会安怎样啊？这是啥？这是今年骹球阿根廷甲西班牙了的时阵西班牙得着冠军，欢喜甲用要变过。了西班牙领奖的时阵你知影这阿根廷安怎？那么人咧领奖都有伫来颁奖，结果安怎？因规队安怎？拢挖过啦。我不爱看啦，讲有人安尼啦。结果的时阵英国的媒体甲伊讲，这足无风度的呢，输袂起啦但是你也看阿根廷领亚军的时阵这西班牙拢挖过来恭喜恭喜。当然咱得第一名，当然会较欢喜啦总是兄弟姊妹，你斟酌注意一个代志咱的人生袂是永远的第一名
这是阿根廷的赛事啊，吼，2021年美洲国家冠军，2022年卡达世界杯冠军，2022年欧美超级杯。我伫这个时阵，若是个等的时阵，因就啥？安尼就是咧攻5连霸。若是这项无算的时阵，伊就是4连霸。结果的时阵安怎输去啦？输去就足受气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无可能，咱的人生真容易是伫富足，或者是顺时，或者是咱高高在上的时阵。平安幸福的时阵，安怎歪错去？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了后，因就开始崇拜偶像。我查真济资料的时阵哦，迄个年过到底有偌久呢？其实无偌久呢，大概是伫60年左右呢。极加就是60年。60年是偌久呢？就是2世代的人。伫这2世代的人，因伫当中无有认捌上帝。圣经讲有无？圣经讲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内底就是迄世代的人，约书亚甲主啊因迄缘的人，拢离开世间啊。了，第二个原因是无人知影。在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代志，会在世代兴起。安尼就有2个代志真明显、真重要的代志，爱做啥物货？咱今仔日，如果咱也真正明白上帝的好，咱敢有甲上帝听透咱的故事，一代一代甲传落去？阮爸爸在生的时阵，伊伫阮阿公、阮阿嬷过身的日子，旧历的7月底，伊拢会甲阮叫转去。了就是甲阮讲，阮阿公是安怎信主的故事。逐年讲，讲到尾手的时阵，有一间我讲：爸，你这你讲过啊？伊就讲：啊，无换你讲。结果哦，我迄阵啊才知影，你敢知影？讲到不得不切斗也袂拄好，所以我发现一项代志呢，信仰若无传承安怎会无去？古早人讲一个代志，一代亲2代表，3代煞了。阮五姨啊对五姨啊，最近才过身去。了我细汉的时阵啊，甲阮遐表小弟表小妹有熟识。即马回去的时阵哎呀，这个是啥物人叫啥物名呐？拢袂记哩啊啦。尾仔去看到福音，才知影讲哟，这啥物名你知无？佫知影啥物名嘛无一定啊。这个这啥？这迎宾看做金祥，你知无？这个人或者金宾甲伊看做金祥，安尼听无？这或者阿江啊，甲伊看做青铜啊，安尼所以就是当咱无传承信仰，咱无法度将着咱的子儿孙带到上帝面前来。当大毕伊30岁登基做王啊，伊富足啊，伊的国家太平啊，伊坐伫宝座上，但是尾手伊就迷失哩啊，袂记佫再尊上帝做大。押沙龙，互伊的老爸疼惜照顾，伊的人生活甲非常的阳光，甚至伊已经也甲家己做王的步调拢安排好势啊。但是伊上水的头毛啊，伫烧前迄一天的时阵啊，结果伊的头毛去互手机砍掉咧。就因为安尼，所以互大毕的将军一枪甲伊插死伫个所在。咱的人生有真济，咱掠做阳光的代志，总是遐掠做阳光的代志内面，究竟咱有真正去认识上帝，还是伫咱
烦好了后，咱袂记起上帝。这点可能是咱爱搁更加去思考的代志。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咱的今日孙，最近我看一本册内底，伊讲到儿童成长需要哪不缺席的爸爸。儿童的成长需要一个啥？无欠息的老爸。什么叫做无欠息？我囝伫遮的时阵，我毋是拢伫咧，咱伫当中拢会安尼讲。我最近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啊，伊的讲道内底甲我讲一个代志，讲伫囡仔上界需要我的时阵，我确实敢若无用伫我生命中的第一。什么是第一？我的事业，一般的会友就是甲我的事业。一般，另外我敢若无用伫我生命的第一。我的生命的第一是啥？我的侍奉，阮才会做牧师的。伊讲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条件，你要知影这样代志。上帝，互你的，你爱真斟酌。上帝甲这个积分互你。圣经甚至讲，无嫁翁的、无娶某的，是要互上帝心欢喜；有娶某的、有嫁翁的，是要啥？是要互上欢喜。对，若是嫁翁的，就爱互丈夫欢喜；若是娶某的，就爱互啥？太太欢喜。你有甲迄个顺，咱有甲迄个顺序了对了坐无？圣经最后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又搁用石头钉死迄个奉差遣到你家里来的人。我几落摆愿意自接你的儿女，亲像家母甲家囝儿子是顾下面，只是恁无愿意。这是耶稣发出的邀请。咱的人生真侪时阵是伫咱家己无用拍拼。但是咱袂记这项代志，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特别我要爱甲爸爸，每一位做爸爸的人，甲你邀请，你有一个身份或者爸爸，安尼咱也爱甲这个爸爸的身份，上帝已经甲迄个相当的权柄赏赐互咱。迄个爸爸的身份，就是陪伴囡仔做伙大汉，将上帝的话教示咱的后生查某囝，互伊一生一世有一个倚靠。咱无法度定伫咱后生查某囝的身边，但是咱会当。有一个活命的模范，遵行上帝话语的旨意。通过这款刀刻上帝的心思意念，伊伫当中会当带出上帝的恩典，甲伊的美好。有一个家庭，了，因兜有一个查甫囡仔，迄个查甫囡仔，呾受洗无偌久，应该超1个月、2个月。了有一天的时阵吼，这个查某囡仔啊，这个查甫囡仔伊的女朋友来甲因兜，已经是大学生啊。伫这当中呢，因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查某囡仔真温顺啊，真好，所以伫做伙食饭了后，一天天色也已经暗啊。
因为查某囡仔是对北部来南部，所以我那老查某囡仔伫因兜困。了当食饭饱了后的时阵，因老爸就甲即个查甫囡仔叫过来，今仔日有一件代志，我一定爱甲你讲个清楚。无，就是叫查某囡仔去甲你妈妈困；无，就是你来和恁爸困。你的房间内迄个查某囡仔困，恁绝对袂当两个人困做伙。有听无？因这个囝讲：“好，爸，你足古板的呢。”伊讲这毋是古板，我要甲你讲一项代志。你爱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伊讲：“哎呀，我一定会甲负责任啊！”因爸甲伊讲。毋是人负责任，是上帝负责任。迄一暝，因这个查甫囡仔听因老爸的话，伊家己和因老爸做伙困。了后，这个查某囡仔困因这个男朋友的房间，一直到因结婚典礼迄一天。迄个查甫囡仔甲这段代志讲出来，伊讲：我感谢我的老爸，互我会当带着圣洁的心思，互我会当带着一个圣洁的身躯，进入上帝所赏赐的婚姻。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或做来投靠伫救主实果的下面。爱对人负责，更加重要的是爱上帝负责。安尼，你来，耶和华会照你所行的赏赐予你。当你投靠伫以色列上帝实果的下面，你一定会满得伊的赏赐。主爱的话语。蕴含着伟大的力量，主爱的话语会蕴含着伟大的力量，毋是说教，是用活命的行动来见证我对上帝的信靠。安尼，你的信仰会有传承，安尼你所付出的，上帝报答。安尼，你甲上帝同行的日子，咱会当亲像路得听见波阿斯对伊所讲的：“我的主，你真重。”路得称呼迄个分享，互伊关心的人讲：“我的主。”意思是伫你伫我的生命有影响力，有改变，有祝福。并且我愿意伫你的面前蒙恩。我虽然是未堪得你的一个查某囡仔，但是你还阁用主爱的话安慰我。主爱的话语蕴含着伟大的力量。了解这个人，听惜这个人，亲像波阿斯同款来分享。亲像耶稣基督对咱的回应，对咱的呼唤，咱愿意回应，叫咱伫上帝恩典内底，咱会通踮伫伊的实果下面，满得伊的保护，甲一切属灵的丰收。三甲仔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有时阮有软弱失措，总是主你甲阮救赎，并且你疼惜阮到底。阮仰望你，继续赐恩伫阮在座每一个爸爸，互所有这些爸爸伫上帝你的面前
所行所做一切，继续得到上帝你美好的启示甲引带，互阮起来，诚侪家庭属灵的根基调节，甲阮的细囝建造伫上帝你的真理甲你的听堂内面，通照主你所应允，成就伫阮的当中，就是主你所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大得益处，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愿感谢主，虽然世间有真侪挑战，但因为你的应允，阮就会通进入伫主你的保护，听候灾害过去，并且阮会通述说上帝你为阮所行的救恩甲美好。当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的兄弟无？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请咱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你的话踮我心，当我无忘的事。你的听踮我心，当我无活靠的死，予我毋忘行落去。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堂，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叫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踮我心，当我无忘的事，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踮我心，当我无活靠的事，予我毋忘行落去。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堂，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叫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叫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愿主上帝亲自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互你敬重你的父亲，尊荣生你的。并且照着上帝的真理款待你的父亲，疼惜你的母亲，通过上帝真理的疼痛，对你甲你的家庭
来建造属上帝圣洁、分别为圣、阳光的家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